闽南语拼音练习单词种编读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第二部分，闽南语拼音综合练习第22课，读讲练习。第一，这要安怎讲？出名，出名。第二，这安怎读？东判，东判。第三，这安怎读？同胞，同胞。第四，这安怎读？官司，官司。第五，这安怎读？司法，司法。第六，这安怎读？海参，海参。第七，这安怎读？参详，参详。第八，这安怎读？半暝，半暝。第九，这安怎读？半途，半途。第十，这安怎读？可肯，可肯。11，这安怎读？宽免，宽免。12，这安怎读？动工，动工。13，这安怎读？感动，感动。14，这安怎读？加减，加减。15，这安怎读？加工，加工。听写练习。16，运动，运动。17，教先，教先。18，鸡卵，鸡卵。19，痛苦，痛苦。20，发烧，发烧。21，表兄，表兄。22，家里，家里。23，地动，地动。24，海翁，海翁。25，讨论，讨论。26，方便，方便。27，人生，人生。28，条带，条带。29，受伤，受伤。30，同情，同情。作者陈树忠，校对者陈金泉，人工出版社出版。